喂，俊賢，你哋做緊啲咩啊？為咗121hip hop 體驗活動，我練定幾下舞步。係喎，聽日就係夢想啟航分享會咯喎，我都好期待啊！聽日3至6年級嘅同學記得喺12點半之前返到嚟學校啊！仲有要食飽飯着運動服返嚟啊！學校安排咗校友返嚟同我哋做分享同埋體驗活動，有生涯規劃分享會，仲有 hip hop 同籃球活動，當然唔少得 IT 體驗活動啦。聽講仲有雪糕食添啊！咁正！母校的呼喚，夢想的接力，夢想啟航分享會，你哋準備好未啊？聽日就係夢想啟航分享會，節目豐富，等緊大家。